你有咩好奇喊過嗌到皮膚為什麼那麼好？其實背後都有一個張數皮膚科就係支撐他們。這家就是手有非常有名嘅愛妮皮膚科。我一個朋友去搜羅，特地幫我探下這家店。起初近聞嘅瞬間就感覺完全不一樣。整個裝修很高級，但是又不會讓人緊張。前台有中文工作人員溝通完全零障礙。近聞之後先做落皮膚檢測儀器，很專業。專業護理人員根據檢測結果幫他定制方案，不是那種千人一面嘅標準流程。愛妮最出名嘅是他們嘅光子嫩膚護理項目，係有深層補水和毛孔清潔嘅組合套餐，針對不同膚質會有不同嘅搭配方式。敏感肌也可以做護理前會專門做測試的。我朋友做完之後皮膚亮啦，毛孔也細了很多，他說感覺像是換了一張皮，一點不誇張。接診嘅顧客裏有不少都是演藝圈嘅人，開導民信任這裏係因為效果真的看得見。這種級別嘅機構，一般人很難通過旅遊找到。很多人去首友做護理都踩過坑，找錯地方。提前用 Biosco 平台搜好，再去就不會踩雷。在上面可以看到真實用戶嘅護理反饋，係可以直接在線鎖口，預約時間不用排隊。